好，今天世龙呢带来的另外一道料理呢，也非常的精彩哦。一看那个食材，我就觉得哇，已经肚子饿了哦。其实它是用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青酱的做法，对，要来做我们今天的鲑鱼料理哦。一般来讲我们对于青酱的概念可能就是意大利面啦、九层塔啦、松子。对，好，那我今天带来的青酱是以我们香菜来做打一个青辣椒，做一个青酱，因为夏天其实这酱可以适合一些海鲜类的一些凉拌，比如生蚝也好啦，还是说那真的很好用虾子也好，淋一些许在上面，其实我们搭配来吃的话，感觉还不错。可以替代日本的瓦萨比芥末的那种概念尤其我们华人很喜欢吃这个香菜嘛哈。对对对。我倒是第一次看到用香菜来做青酱哦。对，那我今天用的主食材是鲑鱼哈。那我们鲑鱼先改成3段，然后再下去煎。然后我们热锅哈。那在家里煎哈，其实很常我们会喷的稀里哗啦，尤其是像鲑鱼啊、鳕鱼啊，这个油脂类比较多的哈，都会很容易喷。有什么方法吗？我今天算先煎后下去烘烤，这样子外面比较酥，里面比较多汁，把肉汁锁在里面，这比较西式的烹饪手法。那在家里煮也比较不会说喷的都是。就像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可以呢，就是说做一桌的这个菜来宴请客人啊。其实就是你不要光靠一个瓦斯炉，有的东西你先卤好，有的你先蒸好，有的呢你甚至已经先烤了啊，一边烤在一边炒个青菜啊，你就觉得很快就可以请客人吃饭了哈。最怕的是客人等的已经饿的实在是没有力气再跟你话家常了，结果你说我端出非常的这个很棒的山珍海味哦，所以动作呢一定工序其实只要呢就是说你都合情合理的话呢，其实要献上我们的这个料理呢，其实不是那么难的哦。那我们鲑鱼在煎的时候，其实大火就可以了，把所有的面煎成漂亮的金黄色。今天你选的鲑鱼油花很多哦，这是可以做沙西米的是吧？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道料理啊，其实不只是鲑鱼，你用新鲜的生鱼片，稍微炙烧来做也可以。我们就把鲑鱼呢放到烤箱里面去哦。然后180度，4大小。我们今天这个分量，我大概烤个7-8分钟就可以了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烤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其他的配料，还有来制作我们今天呢比较特殊的一个青酱的做法。那再来我们要先帮牛番茄去皮那我们把地切个10字刀。那因为我们等一下牛番茄是要做中的，所以我们要取一个平衡点，底部稍微切一下，让它立好。尤其这个番茄呢，它又带这个皮圆滚滚的哦，所以呢，用这种方式其实也是比较安全的哦。那今天不一定要用牛番茄，其实苹果啦。还是说水梨、柳橙，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来修饰一下、点缀、装饰一下其实可以拿来当一个这样的一个水果盅当一个容器。老师，你是这一颗你没有弄到，还是你故意不弄，还是要故意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很勤劳的学生，摆在那边看我会不会动手做，秀一下刀工。大概要煮多久？煮到它的皮去掉吗？对，煮到稍微皮有些许的裂就可以了。你煮到皮整个都去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牛番茄就已经过熟了。
感觉它皮有一点皱皱的就可以了。然后准备一个冰水，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冰镇的动作。直接把它丢进去啊？对，因为我们要的是表面的熟啦，不是要把番茄整颗都煮到熟哈。然后小黄瓜，我们小黄瓜一样，它会有青涩味，略烫就好。要刨之前还要先就是说烫一下。嘿，一样表面让它熟，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个青涩味。然后所以也把它冰镇起来。冰镇一下。好，你看到这个小黄瓜这样冰镇，我就想到呢，每年呢京都很热的时候啊，哇，那个大街小巷啊，尤其从清水寺下来，好多人在卖这个小黄瓜，就一条一条，就是他把它穿烫之后呢，就把它冰镇在这个冰水里面哦，哇，超解渴的哦。好，老师，这个我可以帮忙。好。我们家里很简单的刨刀，甚至是现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有花样的，对不对？多功能的刨刀。好，那我今天要做一个小黄瓜卷。好，我们大概这样子刨个几片。等一下要做点缀用的。我们在家里其实花一点心思，做给小朋友吃也好，做给家人吃也好。哇，不过老师，你今天挑的小黄瓜好漂亮啊，籽很少。我要怎么样挑小黄瓜才可以挑成像老师这样？因为一般有时候选比较胖的，里面会有籽啊，对不对？有籽的话，不是那个口感上就不会那么脆了吗？你还把它卷起来。今天这个小黄瓜也是早上去市场挑的那我小黄瓜我在挑的话，我会挑大小比较均匀一下，就是头尾不要相差太多了。因为有的小黄瓜其实你去市场挑，它弯弯曲曲的，可能是也不好用对，而且我觉得烫过之后应该也比较好卷吧，它会比较软，不会那么脆吧？比较软，免得卷起来就脆掉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今天带来一个那个红心芭乐，也是做一个点缀用这个是台湾民间呢很早期有的这个芭乐，后来它就消失了，几乎都找不到了。现在呢，台湾又在推这个红心芭乐。那红心芭乐其实在夏威夷非常多，所以到夏威夷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了吃他们的红心芭乐的果汁，非常的有名那现在来到台湾呢，你就可以来吃这个很特殊的红心芭乐了。那我们今天用挖球器哇，好可爱哦！有绿的，然后也有红的。有时候家里有小朋友比较挑食，比较不喜欢吃一些蔬菜水果，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小巧思来增加我们的食欲。然后我们牛番茄，也一样一样，把中间的果肉挖掉。中间那个它会影响口感，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刚卷好的小黄瓜，我们可以摆在上面。然后现场还有准备一些生菜，或者你在家里喜欢吃什么菜，我们都可以拿来做搭配跟点缀真的很可爱把这个小黄瓜呢卷成呢有一点那种陀螺的那个螺丝的状然后再放在我们这个番茄上面这个是事先切好的这个洋葱丝跟小黄瓜丝。然后我今天也带来一些比较现在比较市面上比较看得到的有机的蔬菜，或者是比较颜色比较鲜艳的蔬菜那我们鲑鱼好了，现在把鲑鱼拿出来。我看老师这个夹子在夹鲑鱼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这个鲑鱼呢，一点都不会像我们平常
就是从头煎到尾哈，会这样子硬硬柴柴的，你都可以感觉到它是外酥哦，然后内呢非常的这个鲜嫩多汁的感觉哦。好，摆盘完成了。对，那我们现在来做青酱哈。好，我们今天的青酱啊比较特殊，我们不是用九层塔，我们是用香菜，还有了这个辣椒。但是辣椒我们因为是青酱嘛，所以我们选择的辣椒呢是绿的辣椒，会辣的哦，不是不会辣的哦。今天准备的这一台果汁机又比较迷你一点，所以要分2次打哈。那我们加了一些果糖。哦，这个是果糖。对。哦，橄榄油。我用橄榄油啦，用葡萄籽油、葵花油、植物性油，其实都可以，减少那个我们香菜的青涩感。然后醋，然后再加一点醋。对。我们的青酱就好了。如果自己在家里吃啊，觉得说，香菜的味道哈，青涩度味道比较浓，其实植物性油、葡萄籽油这些，其实多加一点就可以缓和它一下。哦，所以我们这几乎所有的这个调味料都来自于我们的青酱啊。对。好，不然你要搭配这么多的这个水果，这个番茄。哇，这样就好。